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咱台湾65岁以上的时代，活15%是这个衰弱症的前期。讲这个65岁以上的长辈者，若是定定跋倒，或者是精神真歹，真有可能就是衰弱症的症头。专家来建议，65岁以上的长辈者，一礼拜上好都要运动3届以上，食食要特别注意蛋白质的补充，安尼就会当来延慢衰弱的情形。2、3。对职能治疗师的口令，70岁者阿公阿嬷真认真地做运动，然后运动都较袂遐稀懒。每6位长者就会碰到，就有1位会面临这个衰弱症。若是出来时大出现无胃口，人先先无力，较到跋倒，活动量降低，记忆变歹，无法度自理生活，安尼有可能得到衰弱症啊。台北市卫生局估计，65岁以上的时代会使家己进行检测，若是体重1年来莫名其妙减3公斤，无法度顺利为椅仔顶面徛起来5摆。较有感觉人呢夜先疲劳，无啥精神，只要符合一项，就已经是衰弱症头啊。优质蛋白质要摄取比较足够。专家提醒讲，有一个时代惊食伤油，所以讲食物呢，颠倒是伤正。除了一礼拜运动3摆以上，还佫加食2豆仔加鱼肉。宅在家不能不